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7月1號。這一期咱們聊一聊各行各業的難，各行各業的不容易。當然呢，各行各業不包括硅基或者硅基相關的，他們現在正是上升期。如果你在硅基行業，要好好的享受這個上升期，不要過幾年之後後悔。那今天我們聊哪個行業？前幾天咱們聊了互聯網大廠，那下半年很慘。這個大家能看到，實際上現在已經開始越來越慘了。還有汽車行業，肉眼可見，無論你是新能源汽車還是油車，恐怕都壓力非常大，這個飯碗難保。但是我今天發現有個行業，它已經難了很長時間了。因為最近我一刷這個社交媒體，老刷到這些東西，所以我今天花時間看了一下，才發現他們已經難了很久了。當然了，他們的難和我們碼農和我們普通的牛馬韭菜難不完全一樣，但他們確實也是難。他們的難是跟他們輝煌的時候比，那簡直是一落千丈。可以說那個難跟還不起按揭貸款的碼農韭菜有的一拼。那這個行業就是影視行業。新加坡聯合早報6月30號看到一篇報道，叫謝娜成也流量，敗也流量。他說的什麼事？我看了一下，因為這個娛樂行業我是不太關注的，但是既然联合早報已經寫了文章，我就看了一下。這個大概就是謝娜，她不是個主持人嗎？湖南衛視的，不知道怎麼着她就跨界了，在5月份在成都舉辦了個人演唱會。當然這我也不知道，她是主持人，她主辦演唱會也沒什麼問題。現在都是3系明星是吧？演電影、演電視劇、唱歌還娛樂都可以。謝娜在成都就搞了一個什麼快樂萬歲我們的青春演唱會。這個演唱會據說剛開始是準備只舉辦一場，那個意思玩票性質。結果沒想到在成都他第一場搞得還挺火，開票之後那票就一售而光，一搶而光。這現在又加演一場，這本來就演一场的，後來又加一场，結果加了一场门票又是開門殺，就是一放票就沒了。網上有人說原價380元到1180元的門票，在二手市場一度被炒到5000元以上。這個恐怕是謝娜自己也沒想到的，原來自己唱歌這麼紅。而就在舉辦這個演唱會之前1個月，在預熱的時候，謝娜就在微博上寫了一個長文。他的長文的意思就是外界熟悉他作為主持人的身份，但是他自始至終以來一直有個夢想，這個夢想就是當個歌手，唱唱跳跳。為此他發過幾張專輯，也為了這個夢來到了乘風，這個大概是個劇組或者是什麼娛樂節目，認真訓練，一點點積累舞台經驗。他說今年我終於有機會認認真真把這個夢想完成。對的，這個乘風是一檔以女藝人成團為主題的真人秀節目。這個謝娜在她演唱會之前她相當於打了個預防針，意思就是我不是專業歌手，我就是個主持人，但是我有個夢想要唱歌，所以我就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也許我不是唱的最好的，也不是跳的最專業的，但我會拿出100%的誠意，讓每一個來到現場的人都覺得來謝娜的演唱會值得。所以你說他這個敘事就非常勵志，一個主持人換賽道跨行進入了演唱開演唱會，是圓自己的一個夢想，門票秒殺，加上多位明星助陣，這個謝娜的演唱會，成都演唱會就一下就火了，成為全網的焦點。流量來的同時也帶来了很多質疑，就像那個窗戶你一打開，有新鮮的空氣進來，那就有蚊子和蒼蠅進來一樣道理。隨着演唱會现场視頻在網上傳播，質疑聲越來越多，不少人開始質疑謝娜的現場唱功、氣息和舞台表現，認為她的演唱水準不足以支撐一場售票演唱會。也有人批評票價偏高，與演出質量不相稱。你不管怎麼批評反正人家票是一搶而空，是造的還是不錯的，人家是圓夢。與此同時也有人為謝娜辯護，認為她從未把自己包裝成專業歌手，反而顯得很樸實很磊落。但我已經說過了，我不是專業歌手，既然觀眾願意買票，就應該交由市場決定，我不會去看，但喜歡她的人有權利去。這個聯合早報他說，過去20多年，謝娜一直是中國最具知名度的綜藝主持人之一，憑着綜藝節目《快樂大本營》，她成為家喻戶曉的電視主持人，
也積累了龐大的粉絲群體和極高的國民知名度。2018年，他還成為中國首位微博粉絲突破1億的藝人，怪不得在微博上宣發，那這粉絲太多了，這個吸引力比加藤老師要厲害。加藤老師為什麼不開演唱會呢？竟搞什麼詩朗誦，耽誤了。在這樣的背景下，謝娜演唱會從一開始就不僅僅是一場演出，而是一場全民圍觀的娛樂事件。只是沒想到，事件後來發展的方向遠遠超出熟人的預期。謝娜翻車了，怎麼翻的車呢？多媒接連下場評論。聯合早報說，就在成都演唱會結束剛滿1個月，謝娜便在6月6日宣布啟動演唱會全國巡演，北京成為第一站。他當天在微博發文寫道：“人生是一場拆盲盒的旅程，堅持向前，驚喜總會不期而遇。暑假將和大家見面啦！第一站7月11日，北京。”除了在微博公布消息，謝娜也在主持的乘風直播舞台上高調官宣巡演。至此，風評就變了。為什麼變了？你第一場演唱會，你說你是圓夢，你的粉絲幫你一起圓了夢。好，你說因為圓夢效果好，再圓一回，好，又加演一場，粉絲又帮你圓了，走個面是吧？給了面子，票是一搶而空。你这圆夢還圓上癮了是嗎？這夢是一個接一個的圓，還要全國巡演，一下就翻車了。首先是官媒下場，說你這過了，這割韭菜不帶這麼割的。聯合早報說，這一舉動馬上點燃輿論，有網民認為他借節目為個人商演宣傳引流，公私界限模糊。也就是在乘風這個節目，他是主持人嗎？你的商演是你個人的事情，對不对？跟這個乘風這個節目也沒關係。你在這上面，這叫什麼？夾帶私貨。更讓部分網民不滿的是，原本被宣傳為圓夢僅此一場的演唱會，現在竟然變成全國巡演，這不就是掉價了嗎？僅此一場，那你就那一場，那票一共是幾千張是吧？或者1萬張，那是絕版呢，唱完就沒了。你這好嗎？唱完是全國巡演，你這明年還得唱，後年還要唱，你這玩意兒，你這價格就不一樣了，對不對？這稀缺性就没了。你圓夢既然全國圓去了是吧？本來在一個地方圓一次就完了唄，全國圓夢巡圓。在他們看來，此前引發共同的圓夢故事，原來是一場精心包裝的商業營銷。這一下，你說網友是最討厭這種套路營銷是吧？因為你這個不僅侮辱了人家錢包，最主要是侮辱了人家智商。掏了錢包也就算了，你還侮辱了人家智商。輿論持續發酵之際，浙江省委宣傳部官微叫浙江宣傳，在6月19日發文點名謝娜，直接將這場風波擴大為對跨界演唱會和流量至上的現象的討論。這個浙江宣傳發表了一篇題為《謝娜演唱會風波是一個提醒》文章，首先拋出一個問題，稱一名以主持為主業的明星，沒有什麼大眾耳熟能詳的音樂作品，為什麼也能開演唱會？而且一開就是全國巡演。實際上開演唱會的多了，那說相聲的岳雲鵬，他動不動也開演唱會。他有什麼作品？他的作品就是《二五環》是吧？文章進一步寫道，謝娜演唱會前期宣傳主打出道圓夢，僅此一場，但成都結束不久，其又官宣全國巡演的消息，僅此一場變成了巡演，圓夢有了逐利的嫌疑，讓人感覺被欺騙、被消費。關鍵是浙江宣傳發文後，更狠的一刀來了。人民日報網絡評論平台人民銳評6月24號發文，這篇題為《我們正經歷一場流量祛魅》。文章開篇就稱，以主持為主業的流量明星缺乏知名音樂作品，因計劃在全國開巡迴演唱會，被不少網友質疑。這就是不點名的批評，沒有點名。文章指出，當流量的潮水將一個人推向與其不匹配的高度時，圍觀者不再盲目歡呼，反而會更嚴格的審視。沒有硬實力托底的流量終會釀成巨大的包袱，甚至會形成反噬。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文章還稱，某種程度上出色出彩往往就會出圈，而沒有實力的出圈終有一天可能會出事。文章雖然沒有點名謝娜，但文章開篇對以主持為主業的流量明星的描述
幾乎讓所有的討論都指向了謝娜演唱會風波。然而果然意外和明天不知道哪個先來，是吧？對於謝娜來說啊，就是這樣的，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個先到。短短4天後真的出事了。謝娜巡演主辦方6月28日突然發布公告，正式宣布謝娜北京演唱會取消。至于取消原因，主办方沒有解釋，而謝娜至今也未出面談論。你說謝娜也是，你說你圓夢就圓夢，在成都圓的不錯，他又加一場，那加一場行吧，大家都忍了是吧？你接着圓，你千不該萬不該，你圓到北京幹啥？你下一場你可以在重慶嘛，对不对？在重慶再圓一回，重慶圓完了你再去西安圓一回，是吧？或者去昆明圓一回，沒事往北京跑幹啥？所以說啊，這都是不了解這個地方，一下折了。北京這個地方不是你想去搞個什麼會你就能搞的，是吧？這個前車之鑑。隨着演唱會取消，這場風波也逐漸不再只是圍繞謝娜個人，而是把一個存在已久的問題再次推到聚光燈下。為什麼今年越來越多的主持人、演員甚至網紅都開始辦演唱會？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近年來，從相聲演員岳雲鵬、電視劇演員趙露思到白鹿，越來越多並非以唱歌為主業的藝人都開始嘗試舉辦演唱會或大型線下演出。背後原因並不難理解。微信公眾號3聯生活實驗室稱，中國影視行業這2年冷得厲害，一些曾經檔期排滿的演員，今年上半年只接到1-2個本子，大家沒了來錢的路，只能想辦法做點副業。3聯生活實驗室還提到，演唱會就是明星們的印鈔機，並稱有人算了一筆賬，舉辦兩場萬人演唱會，票價400到1200不等。開演唱會的收益比在劇組辛苦幾個月賺的還要多，一場演唱會淨賺幾百萬起步，要是開全國巡演，那就是淨賺幾千萬了。微信公眾號最人物統計，僅今年上半年就有將近9名流量藝人官宣演唱會，票價檔位大多從300元逐級升至1200元左右，與專業歌手基本持平，且一票難求。然而票房可以買到，專業認可卻買不到，流量能夠幫助藝人走上舞台，卻無法替他們完成舞台。謝娜這場演唱會風波折射出的或許不僅是一位綜藝主持人的跨界嘗試，更是流量時代娛樂產業的一種現實。流量可以創造機會，卻無法替代實力；可以吸引觀眾，卻無法繞過專業標準。但越來越多的藝人憑借流量走上舞台，也必須面對比以往更嚴格的公眾審視。成也流量，敗也流量，也許正是這場風波最真實的注腳。這是聯合早報他的觀點。那實際上我們要談一談這個謝娜圓夢，圓了一次又一次，最後變成連環夢。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現象？其實文章也說到了，就是因為這幾年啊，這些藝人收入急劇下降。這些藝人本來是演電影的，接不到本子，主持人沒節目，什麼原因導致？原因是多方面的。娛樂行業本身就在被冲淡，被社交媒體、自媒体，因為一個人的時間都是有限的，用在這兒他就不可能用在那兒。而現在對一個人24小時的控制，通過微信、通過抖音、快手、微博等等这些社交媒体，還有各種電商平台啊，都在瓜分一個人的僅有的一點時間。那原來的電視台、原來的電影等等，它就衰落了，這是原因之一，還有其他的原因。你再加上人工智能 AI 短劇以及 AI 短劇，這些都加劇了這個藝人實際上就是失業。正好我最近在網上經常刷到，我看李立群也不是演員嘛，他說他這5-6年都不怎麼接到戲了，大概這意思，找他拍戲的越來越少。還有一個叫女演員叫李小璐，40多歲了，快小50歲了，大半夜裡錄了一個視頻，說他沒有工作，想接片子也没有，沒人找他，好幾年沒拍過了，自己想口播錄個什麼東西還發不出來，活像一個35歲的碼農失業這樣狀況。當然了，他們所謂的失業，他們日子難過，他們接不到戲，不至於吃饅頭加榨菜，不至於說像一個真的是走入絕境。但是他跟他們輝煌時期，動不動拿獎，
动不动拍戲拍到手軟，錢拿到手軟的，跟那種狀態比，那肯定是一落千丈，日子過不下去。那雖然他過不下去，也比碼農比韭菜要強，那強多了，不是一個層次上的。但是你不能否認，這些人他跟35歲的碼農是一樣的，到了人生低谷期，沒有戲。網上有很多這樣的，現在都是知名的頭部演員，居然公開喊話，喊什麼？說我檔期有的是，有工作找我，有戲拍，不要忘了我。說明什麼？說明演員多戲少，就沒有戲，真的是沒戲。財新網他有篇報道叫演員更難了，在影視行業，藝人長期供大於求，而長劇在平台歷經10年版權積累後，也進入收縮區間。演員拍戲機會難得， AI 替代危機對這一群體衝擊相當顯著，也備受市場關注。還有數據，而近3年長劇數量下行，相比較短劇那就長劇數量下行。全國全年生產完成並獲得國產電視劇發行許可證的劇目，從2023年156部降至2025年的110部。獲得發行許可網絡劇數量的從199部降至122部，也就是你看都是2位數的下降，都少了1/3以上。這意味着整個行業就業機會減少，加之平台降本增效，把資源集中於頭部項目，演員議價能力受到影響。女2號在劇組拍戲3個月，片酬3萬元，進組4個月，片酬5萬元。除了男主，其他演員的片酬懸崖式往下掉。類似情況讓多名經紀人對財新感慨，有些藝人還不如找個班上呢。被稱為老戲骨一類演員，因為有類型特色，不可替代性強，在一線藝人片酬下調時仍能保持穩定。中腰部演員很容易被同類型藝人替代，而平台也有自己的藝人庫，會優先選用合作藝人。這些實際上就說明當下這些演員這個行業越來越難。你再加上馮小剛抓特務、端午節這個電影票房是吧？你是慘淡，你拍出來也沒人看，誰會投錢？所以這個行業這些明星越來越慘。所以他們有個別人恐怕1年還能接到1-2部戲維持生活，那更多的人是接不到戲。演員實際上跟我們牛馬不同的地方在哪兒呢？演員他有基本的生活開支，他的維持他的開支。你比如说演員他多少他還有助理啊，2個3個的，還有司機。你不要小看這演員，他不拍戲，他助理司機都還在的一大堆。這個你不要給人家發工資嗎？演员還有工作室，那都要運轉。雖然沒有這個角色機會，但是他的工作室還要保持運轉，這都要花錢，所以他1年還要往直花錢。我記得有個叫嚴學金的是吧？他就在我直播的時候就吐槽說自己兒子在北京是演員，1年好了才能掙20-30萬。我有印象，還養不活自己，這個讓網上很多網友就破防了，說這個他說他兒子跟他媳婦還孩子3個人在家，1年要花上百萬的，好像是這意思。而且很多人覺得這來跑來賣慘，實際上真是這樣啊！不要說演員，普通人中等家庭在北京1年花個幾十萬很正常，那演員呢就更多啊。好了，那演员既然開支是在那兒的，但是也沒戲拍，又沒錢進來怎麼辦？所以他們就叫一魚多吃，逮着粉絲就薅。怎麼薅？你看你比如說你做主持，你肯定做了這麼多年主持，微博粉絲都是上億的，那總有一些叫鐵粉、死忠粉，這些粉絲實際上喜歡看他綜藝，這是飯圈。但是他說他要搞圓夢演唱會，實際上支持他的、願意掏錢的還是他這些鐵粉。鐵粉本來為他的主持已經付費了，這回為他的這個叫什麼圓夢演唱會接着付費，也就是他逮着他的鐵粉就是玩命薅，就這意思。你看看岳雲鵬說相聲的，他也開演唱會，為啥？喜歡他的粉絲都是聽相聲的，這反正你喜歡我，那我再開個演唱會，買票，你再來支持我一把，一個逻輯。就比如网紅超市，你喜歡我這超市是吧？你喜歡在我這買東西，那好，我現在開發房地產，你也來支持我一把，這都是一個邏輯，就是緊着那個韭菜薅。但是這麼一整，讓官媒看不下去了。為什麼？那官媒就覺得這個韭菜那是國有資產，你就這麼薅能行嗎？加州老師薅國有資產都不能讓他薅，對不對？你想薅就薅是嗎？
你薅一次就得了，你還要全國巡演来薅，你薅完了之後，那別人怎麼薅？這是國有的，是不是這個邏輯啊？所以國媒就看不下去啊，你不能這麼緊着薅。所以這些主持人明星一看，本來接着薅幾把，反正可着那幾個粉絲薅唄，一看算了，國媒發話了，趕緊這個凸顯，實際上這個就說明這些主持人他沒辦法了，你知道吧？他也當然了，不能說他走投無路。他一看我主持積攒這麼多粉絲，讓我再薅他的演唱會，演唱會薅完之後，他說不定還薅那什麼，薅那個拍電影的，对不对？拍短劇，反正我有粉絲看，合着在自己那粉絲裡面叫挖潛力而已，挖潛生根，精細化運營，就幹這事。這就說明這些明星藝人生存環境、收入各方面壓力是越來越大。王一鳳說了，還有大的難處。所以你看，影視演員這個行業、娛樂這個行業，現在日子越來越難過。除了幾個頭部的日子還好一點，剩下的都是混飯吃了。這個行業10年前可不是這樣子，10年前稍微你就得名氣，稍微有一點粉絲，隨便拿個本子就有人給你投錢，你就能拍，拍完之後就能找人上院線。一上院線肯定再垃圾的片子賣個1個億都小意思啊。那現在不行了，对不对？现在觀眾他不去看，他不給面兒，不走面兒，他就不去。求他去，你真的給他面兒送拉面，人家也不去。這個行業它不是一個原因，多種原因導致他已經走到這個演員活不下去了。所以你看，越來越多的演員去直播帶貨，但是現在直播帶貨也很難呢，不是所有的演員都能帶得動。所以說，為什麼各行各業都越來越難？除了剛才說咱是歸基之外，沒有一個行業是輕鬆的。但這個值得關注，是吧？無論你是碼農，還是演員，還是汽車流水線上的職工，都越來越難。這就是個問題啊。隨着這個 AI 短劇越來越多，那演員基本上就是这不需要了。實際上，從華誼兄弟破產重整，就已經標誌着這個影視行業不行了。這個華誼兄弟破產重整，就和房地產公司破產重整是一樣，破產清算，一個行業不行了。你看房地產從恆大開始，融創、碧桂園暴雷是吧？現在國內很多房企在破產重整，而這個影視公司就是華誼兄弟破產重整。其他的影視公司其實日子過得也不咋地，那就說明這個行業其實一樣，跟房地產一樣，曾經輝煌過，曾經賺錢也很容易，曾經揮金如土，但是現在資金鏈斷裂，曾經有多輝煌，現在就有多狼狽。如果只是一個行業這樣，那我們可以說這個行業有問題，這個行業沒管好，這個行業也有自身原因有問題等等導致的。但是你說每個行業都這樣，那你說哪兒出了問題呢？可能不能從行業自身去找了，問題恐怕在外面。這個就像房地產行業一樣，如果僅僅是恆大暴雷，那我們可以說許家印這個人貪得無厭，盲目擴張，都是你的問題，可以這麼說。但是你說這麼多房企都暴雷了，那都是老闆有問題。所以說這個房地產行業一定是出了一些什麼問題。同理，這個行業有問題，那個行業有問題，那你就不能說是這個行業本身有問題了，這問題恐怕是在外面，環境、氣候。所以我們話也說回了，如果你現在日子過得還可以，你現在你的事業蒸蒸日上，你現在是歸基相關等等，你要珍惜。為什麼？都是各領風騷3-5年，好好珍惜這3-5年時光。未來也有多少行業會像電影行業一樣？那我們介紹的都是電影、互聯網大廠、汽車行業，來說都是高薪，相對來說都是收入比較容易的。那下面的傳統制造業，那就根本沒法說了，他們的難恐怕一直存在，甚至就沒好過。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評論、點讚，謝謝大家。